文典甲人民，互咱教育所定着的时间三甲来组织。拄啊，圣歌队引带咱学罗上帝的诗歌，其实唱出来咱生命中间一个真趣味，爱去抓的，咱叫做平衡点吼。咱常常会去体会着，咱的人生吼，无迄款一天到晚拢好天的啦。咱嘛知影，敢若拢好天吼，咱挡袂牢。但是咱嘛无期待咱的人生常常落雨，有当时啊落雨，敢若3天5天，咱就发现讲，毋是衫要臭铺，连即个人拢强要臭铺去啊！吼，咱落雨落一礼拜吼，咱就足期待迄个日光会当出来，日头若出来，拢会叫人紧出来晒日头，毋是厝内衫其他晒，连人拢都爱紧出来晒日头。即款伫个大自然中间，互咱真清楚体会到的。毋是拢好天才叫做好，毋是拢出日头才叫做好，嘛毋是讲有雨水的灌压，对土地有润泽，对树木花草有灌压，安尼叫做好，毋是干那逐工落雨叫做好。所以上帝创造极其奥妙，互即个大自然踮伫出日落雨的中间，生命得到成长，得到永驻。即款的道理吼，咱真清楚。所以，伫咱的人生，伫咱的生命成长的过程，咱嘛深深体会着，像拄啊圣歌队所的言的，若无十字架，就无迄个冠冕。迄个是咧讲王，还是古早的官员立伫个头壳顶，迄个帽啊，一个王想要戴迄个王冠吼，咱爱知影迄相当重哦，相当重，因为伊毋是用纸糊的。真正是用黄金、用酸椒去做的，迄个王冠或者王的帽啊，低调的吼，王冠低调，迄毋是讲安尼普通的安尼，啊，毋过咱弄袂好势，你低会调，你必须要承担伊的重量。若无十字架，伫生命中间就袂当体会经验着耶稣基督所要应允互咱丰盛的活命、荣耀的日子。所以，伫咱的人生中间，咱常常伫即两项，踮咧找一项，咱叫做平衡点。要安怎会当体会到，伫苦难的中间有得到帮助成长，伫欢喜的中间要安怎感谢，要安怎分享，啊，这是咱一个极大要紧的功课。嘛，通过教会一礼拜一礼拜，咱有一个叫做教会的阅历。帮助咱伫无同的节期来参加学习信仰的功课。咱对3月初5，对3月初5一望年久，已经经过5礼拜外6礼拜。3月初5开始，教会进入咱叫做大斋节期 Lent。咱有真侪兄弟姊妹伫周报顶头，也是伫迄本细细本的册，跟缀耶稣到十字架，逐工伫看即个经文。这就是要互咱会当伫个迎接耶稣国活以前，咱会当看重耶稣所互咱即个国活的意义到底是甚物？啊，若无咱逐工咧过日子，实在是一望年久。3月初5到即马，已经咱咧讲大斋节期上尾即礼拜，咱称作受难周。但是即个受难周开始的主日，咱称作棕树主日。这个棕树主日要互咱看到，人怎样进入耶路撒冷？拄仔咱所读的圣经咧，甲咱讲众人中间较侪将衫铺伫路里，个人错手机，然后前行后地人拢踮遐画大笔的雨伞啊！咱若踮咧教会习惯的人，咱就会知影，即款的就咱细汉开始。甚至有的教会伫即个棕树主日，大家会去。那踮台湾棕树是甚物款啊？棕树枝是甚物款？棕树枝是甚物款？有的教会吼，用类似即款的吼，中间一支长啊两边，敢若羊齿状安尼吼，迄叫做啥？当年咱称作 palm tree 哈，啊有教会嘛伫今仔日即个礼拜，有的人甚至
会友一个礼拜啊，伫人送一支安尼吼，樟树安尼树枝，互大家啊，同要紧的，就是要去想象体会，当耶稣甲伊学生入城的时阵，有遐尼侪人啊，踮咧路呢，将因衫铺掉，臭树枝踮咧迄个所在的欢迎。咱讲通城拢摇窜起来，通城拢摇动起来，意思讲声足大声的啦。当咱教会吼，咱教会做礼拜无50万人，咱教会做礼拜敢若200个哦，无麦克风的声，敢若咱吟诗啊，200个吟诗的声，隔壁就感觉足大声，吼，咱的厝边就感觉足大声，无用麦克风。啊，你想看觅50万人啊，踮咧看吼，吼，迄无怪讲规个拢会震动起来。我讲的50万吼，毋是凯道，是耶路撒冷城。耶路撒冷城普通时踮咧内面住的人超过6万啊，几万人的人口。但是碰到半季节节期的时阵吼，几十万人来，当然住袂落去，因都爱踮咧四周围的部落乡舍，有的住伯利恒，有的住倒位。但是当日头出来的时阵，因拢一直入来，伫个耶路撒冷城，要去圣殿的所在。迄个广场真宽，圣殿真宽，会当几万人踮迄个所在，吼，这是踮咧耶路撒冷。所以，侪人伫迄礼拜中间，拢进入耶路撒冷，要来遐过节。这是一个真要紧宗教的节期啊！伫即个宗教的节期吼，有一寡天才，伊若发表一寡言论，对伫律法有一个什么款的解释，有一寡人就会意爱挖过来听。30-50个、300-500个都不得了，因为迄阵啊无大声公，所以若有几百个人围伫你的身躯边，哦，迄就真闹热。毋过，即款遐一撮、遮一撮的情形，互即个叫做拿撒勒人耶稣入来，规个拢拍破，逐个拢想要挖来遮，因为吼听到人咧话，代笔的号的和散呐，这代表2个意义，代笔的号的。就是咧讲民族的救星啊，已经迄个人造出来，民族救星造出来。因为对伫以色列百姓来讲，大笔同厉害啊！啊，若对大笔出来吼，即个比赛啊，绝对会当拯救咱。福山呐，即句话造出来是一个政治性的用语。福山呐，就是讲救我吧，即个时阵来甲我救，即个时阵来拯救阮以色列人，就是即马来救我。啊，要讲来救我，阮当时我有需要嘛，所以即个话一画出来，其他30-50个、100-200个踮咧遐咧讲来讲去，大家拢一过来，无怪讲通城摇窜，这是迄个情景。无亲像咱即马做礼拜啊，大家点乖乖坐遮，无通城摇窜，踮咧耶路撒冷，踮咧遐咧画。有人用这个做比拼啦吼，虽然讲毋是真好势。袂输啊！敢若像即马咱咧讲咧小马做共款吼，安尼几十万人安踮遐咧地咧行安尼。问题是，通城摇窜缀伫后壁，前行后地人到底迄内面有甚物款的人？内面的人有甚物款的企图？内面的人有甚物款的期待？敢若亲像咱最近来亲近主的时阵，咱有甚物款的需要？我捌碰到一个青年朋友。伊有一段时间踮伫个电视台工作，啊，踮电视台工作，迄压力真大。有一个节目叫做《一步一脚印，用心听台湾》。啊，咱捌看过迄个节目，啊，逐摆拢是做深入报道，哎，真久，真侪年前，从10年前开始就已经咧做即个节目啊，吼，已经即个节目足久。迄个主播是咱长老教会的青年，松山教会的青年。伊讲吼，伊逐摆，当然即马是一个少妇啦，吼，是妈妈囡仔。啊，伊讲伊逐礼拜来做礼拜的时候，实是足忝，因为吼踮咧电视台工作压力真大。咱知影迄款1秒钟都无个无菜去，一档广告6秒钟，算起来拢几十万。啊，互你安尼做半点钟的节目，做无好势吼，广告就收回来。所以伊讲伊逐礼拜去做礼拜的时候，常常有当时目睭拢闭袂起来，闭袂开吼。啊，毋过伊真享受，目睭闭袂开，啊，大家照规个礼拜听书安尼行，宣调、吟诗、祈祷，伊讲伊真享受，所以真细汉伫教会大汉，
遐经文、遐诗歌，伊拢足熟的。所以真侪时阵吟诗、祈祷、徛起来坐落去，伊目睭拢开开，伊目睭拢开开。但是伊讲吼，一礼拜中间，就是咧做礼拜迄70分钟，是伊上大的安息，上大的安息。我听伊咧分享这项，我感觉真欣赏，因为真侪时阵吼，咱做礼拜吼，感觉真痛苦，毋是嘛？袂讲真痛苦啦，就感觉有当时啊坐袂调安尼吼。即个姊妹吼，伊讲伊真享受啊，圣歌队咧吟诗，牧师咧讲道，伊用心听。伊讲伊目睭若开开时阵吼，伊会当搁较专心。虽然有当时啊人掠做伊咧打瞌睡，伊讲无啦，我目睭开开吼，咧享受迄个安息。咱每一礼拜来甲教会敬拜上帝，有无共款的人的期待，咱有无共款的企图，到底咱抱着什么款的心，三甲来即个主日的礼拜？即中间，第一款人就是先备班，耶稣的学生，因已经备班啦。咱若看马太福音21章第1节，耶稣先交代伊的学生入城去看迄只驴啊，甲驴。看起来，学生有备班，这学生是中间的一款人，因已经跟耶稣3年偌久啊，因知影阮这个先生不得了，无简单，伊比遐经学师，比遐个安尼50-60岁的遐个真有真厉害经文背足熟的，遐个法利赛人，搁较无简单，因为阮的先生教示人，伊的话有权柄。听的人拢知影无共款，所以遮的学生因缀老师缀3年偌久嘛，知影阮即个老师有一天阮当要行奇妙的事，阮会等迄天。所以今仔日入耶路撒冷城对遮的学生来讲，因感觉时间到啊，我们的老师终于要出手了。真啊，安怎甲激，安怎甲问，伊拢无爱应，甚至有人甲问讲：你当时做王，阮一个坐你正边，一个坐你倒边，点点拢无讲话。当遐尼侪人，5000人、几万、10万人地来的时阵，阮也做时间到啊！忽然间讲坐船去对面，家己去安静，拢无爱插话。老师当时要出手啊！学生终于顿悟啊！迄5000人算啥？这50万人才是场合啊，对不？迄个踮咧登山宝训1-2万人坐遐咧听讲道，迄算啥？这个时阵才是毋那敢若人数，搁即马伫倒位？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毋是干那政治中心，耶路撒冷阁是宗教的中心嘛。所以这学生因感觉讲，实在也是老师较敖，老师较巧，老师找的时间甲地点拢是对的。所以群众中间有即款的，就是学生因同会当体会，其他的前行后地人无一定会亲像学生明白较济啊。但是这军队耶稣3年偌久的人。因知影讲，即个时间、即个地点、即款的场合，原来才是我的先生，我的先生要做王所要找的时间呐，甲地点。第二款，前行后地的证人，这是第二款。第一款是分道通城又带中间的第二款，就是这证人。证人来将衫、将棕树枝铺伫地呢，因踮要画大笔的荷画。来救我吧，好山啊！这人有一寡以前风声过，主耶稣拜互5000人食饱，所以踮伫个耶路撒冷城，阮若来分第一的时阵，的确这个部分咱嘛会当得到满足。侪人讲去互医治目睭青面得到医好，歹骹得到行。这证人中间嘛有真侪人有即款的期待，望耶稣会当医治。这证人的中间搁较侪，看到社会无公义。特别是宗教顶头的无公义，因搁较期待耶稣会当带予规个社会有一寡改革。这证人的中间，嘛有一寡人，亲像咱2礼拜前咧讲这犹太人基本上分做4个党派。这4个党派中间有一党叫做奋锐党，就是游击队。因绝对无甘愿，因绝对唔甘愿和平收场。绝对唔甘愿安尼，因阮当时爱达到目的，就是一个政治的改革，爱把这个罗马政府救落来。阮的先生，才竟然真正安尼来，哇，因足欢喜。证人中间有阮共款有即款的一个期待、较企图的人，
这众人有无同款的心，无同款的期待，望来甲耶稣的头前后壁咧地，到底咱可能是倒一款？伫咧遮的通城摇出来中间，佫有第三款人。即个第三款，咱看因是祭司头，因是长老。这祭司头，这长老，找几落摆机会，互相踮遐参详，要怎样对耶稣所讲的话，想要来陷害伊啊？因为即群人，因感受到耶稣的威胁，因无一定家己讲会出来。真侪时阵，咱感受到威胁吼，咱的意识上无了解，潜意识上咱了解，咱经验到。我有三个哥哥，三个姐姐，我有一个弟弟，讲足侪摆，一直到什么时阵吼，阮才感受到讲，原来兄弟姊妹互相吼有伫咧竞争呢，你知无？到什么时阵呢？10年前，我的妈妈2004年，我的妈妈安休。安休了后，阮逐工暗时都会转去新店，就家庭礼拜逐个三甲坐斗阵，佫准备讲个别礼拜爱用啥，有啥物代志联络无好势，逐工暗时差不多拢会倒转去新店安尼。倒转去新店，逐个咧分享的中间，毋但干来准备个别礼拜物件，佫常常会去回想着讲妈妈迄阵伫地时阵吼，有啥物款的代志，啥物款的故事，阮会提出来讲。伫咧分享的中间。我发现足趣味的一项，阮父的吼，大家嘛想要讲多一件代志，你毋知，敢若我甲妈妈知，妈妈同听我，妈妈同注意我吼。到阮妈妈安休啊，我才发现讲，这兄弟姊妹吼，原来吼嘛，虽然大家本来就真相听，但是你无意的中间吼，会要表达出来一项，无啦，妈妈较听我，这项敢若我知。我嘛要讲啊，我嘛会讲，因为阮兜吼囡仔不会过生日谁甲你插啊，对无？毋过吼，我嘛要甲人讲，我嘛甲阮遐的哥哥姐姐讲，毋过我生日的时阵吼，妈妈拢会叫爸爸去买海参啊。40年前、50年前，海参无好吃嘛，无好买，对无？哎呀，买海参转来，海参若无料理无好食。要料理无简单，因会感觉讲海参嘛无好食，迄是你爱食对无？阮哥哥姐姐讲，阮也无爱食迄啊。每一个人拢共款，毋是遮经学士，毋是遮宗教领袖，毋是遮长老头，毋是遮中级啦，遮会长有迄款，安尼感觉讲，我咧服侍中间，是毋是爱注意什么？其实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伫咱家己家庭，伫咱的组织，伫咱所生活的处境，包括伫教会，加减免不了，咱家己无一定意识会到，但是咱吼，拢会走出来一款排他性，感觉伊吼会威胁到我的地位。我是妈妈同听的呢，你讲安尼哪有影？吼，即款的真趣味啦。伊无一定是遐尔啊歹，毋过这是人的有限甲软弱。咱望咱较得着听，敢毋是安尼？吼，咱望咱较得着听。所以这对爸爸妈妈来讲，实在是一个挑战。爸爸妈妈常常嘛讲偏心，原因伫遮，吼。所以，伫个通城摇出来这群人中间，有一寡祭司头，有一寡长老，因感受到，因虽然无一定会讲出来，但因感受到受威胁。这个拿撒勒人耶稣，毋是干那一个先知哦，伊讲的话竟然比咱国较有权柄，所以因想尽办法，爱掠伊的把柄。想办法爱来甲伊陷害，这是第三类踮伫众人的中间，通城摇出来中间。那安尼，咱这三类的人看了后，咱来看这个主角，这个主角到底安怎来看遮吼？这个主角伊面对的，就是耶稣骑驴啊，对耶路撒冷城入来，伊面对什么款的人？这个学生哦，实在是没有危机意识。咱今仔日所看的圣经，马太20章21节，马可第10章37节，伫这个所在咱看到，因竟然搁伫迄个所在，甲耶稣讲：“你若做王，阮一个坐你正边，一个坐你倒边。”咱会注意到马太福音甲马可福音记载发言的人无共款，
顶摆有甲大家分享过。马太福音是讲西比太的母，就是这两个囡仔的老母来甲耶稣讲。马可福音是讲这两个家己来甲耶稣讲吼，一个阮一个坐你正边，一个坐你倒边。到底是老母出声，还是学生家己本身出声？这是两款无共的看，不过重点拢伫遮，因无去意识到。嘛无清楚了解耶稣所要面对诶头前的路、十字架路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所以这是互咱看到讲耶稣伊面对第一个功课、第一个挑战。对我3年偌久啊，到即马我的学生还阁无完全明白。所以耶稣伊特别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内面，咱看到马太安怎记载。21章第5节遐讲看，你的王就君你，温柔国徛如啊！你的王啊，原来要掌管你，要引带你，要来命令你的哦。即马翻头来就君你，本来是咱来去就君王，去总统府去拜访，等到即个王就君咱，用温柔的态度，用谦卑的态度来就君咱。这是咱来讲，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真要紧。毋是咱去找伊，是伊来找着咱。咱嘛捌听见耶稣讲，毋是恁找着我，是我找恁咯。耶稣伫即个所在嘛，甲咱提醒。通过以赛亚第9章第6节咧讲，耶稣的名称作咱最近来读第1备来，奇妙无私专灵的上帝，永远伫地的爸，和平的灵君。对，耶稣徛如啊，咱的王就君咱，就君咱呢是带来咱生命真侪无同的角色，奇妙的无私参谋，甲互咱意见引带咱头前的道路，是全能的上帝，赏赐咱逐项的需要，永远甲咱伫地的爸，互咱无成做孤儿，是一个和平的灵君。带来生命的和谐，这是主耶稣行入来耶路撒冷城，面对十字架，伊家己清楚的。所以对耶稣来讲，这会当讲是伊人生中间最后的一段路程，是干那讲这段苦难常常互人袂记得去。这个苦难，面对十字架这个苦难，那安尼这个对耶稣来讲，这个苦难是伊的吗？毋是。其实，这个苦难是世间人的啦。世间人的苦难，主耶稣要去面对，到底有甚么款？这个苦难，中文讲劳苦，台语咱讲着磨。着磨真趣味呢。着磨袂出，敢若一个磨啊，吼，点解一直磨来磨去？生活中间足侪代志，无一定是劳苦，但是你就是无法度停啊，对吧？生命中间真侪代志，你无一定感觉迄无好，我嘛欢喜承担，但是伊就是无法度停，劳苦敢若亲像一个重担共款。主耶稣甲咱讲你既然着磨，既然劳苦担就讲我，耶稣知影咱迄款的艰苦。有当时啊，耶稣用正面讲，你毋会记得无？马太福音第6章28节，马太福音第6章28节。主耶稣讲到亲像山里的百合花，伫咧讲山里的百合花以前，主耶稣讲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像空中的啥飞鸟？空中的飞鸟无野种，无种做，伊食较饱。山里的百合花无安怎？无芳质，不用纺织，不用织布，毋免踮遐剪裁。结果迄朵花遐尔啊水，伊讲山里的百合花无着磨，无劳苦，无芳质，但是穿啊遐尔水。所以咱的人生中间咧讲到劳苦的部分，常常是生活中间的着磨重担，是毋是？耶稣要面对咱遮一切。如果咱的生活、咱的生命、咱的生活有即款的劳苦着磨，请会记得。主耶稣入耶路撒冷城，入咱的生命，就是要做阵面对这个生活中间的劳苦。第二个，
当耶稣咧讲到即款的苦难的时阵，伊是知影咱人身体的软弱，迄个病痛的痛苦，耶稣捌行过。这段圣经是一个迦南人的妇人人，伫迦南的妇人人所甲耶稣的祈祷，咱做阵来读。来，主啊，代笔的好的，怜悯我的查某囝犯。咱的白话字班还佫咧进行吼，所以咱会当报名参加。因为咱读白话字，会当互咱的台语讲落较顺利吼。我的查某囝吼，我的查某囝犯着鬼，这是足水的台语啊！咱古早就是安尼讲，对无？犯着鬼，我的查某囝犯着鬼，敢若亲像咱古早有一寡囡仔安尼袂好势，安尼去犯着鬼吼。我的查某囝犯着鬼。真艰苦，任何一个人若破病的时阵，拢会真艰苦，拢会真艰苦。你若无感冒吼，健康哇，感觉就好势。感冒算啥？感冒无算啥，是敢若互你摕遐一工袂顶袂动，对无？化天天无应，啊叫地地不灵安尼，有影是安尼。无感冒的时阵，一个人敢若活灵，一旦感冒吼。哇！倒遐老凊干水伫啉，老片安尼吼，一包卫生纸一工就用了。会记诶无？会记你顶一摆感冒是啥物时阵？敢若感冒就安尼哦。你想看觅，即个查某囝犯着鬼，真艰苦。所以耶稣知影咱的苦难，第二款就是伫咱的身体。毋若敢若咱的身体有当时咱的精神有一寡的苦难，主耶稣知，真艰苦，主耶稣知。无论是生活的重担，无论是病痛，也是咱的心艰苦。咱做阵来读预备来。耶稣看起遐个众人，就可怜因，因为因困苦试探。那些那些遐个 HIAH 看到遐个遐个遮个是这些，遐个是那些，遐个是那一些 HIAH， 遐个遐，这要请老师来甲咱教看安怎拼吼。看到遐个是那一些，要甲咱的员工讲，你甲遐个物件摕起来，遮个物件你甲摕去互什么人？遐个甲遮个，那个跟这个无共款。耶稣看到遐个众人，就可怜因为因。困苦四散，亲像羊无牧者。主耶稣知影人的苦难中间一个真重要，就是迄个关系心灵的苦难。有当时迄个苦难是连咱身躯边的人嘛无法度了解，老母无法度了解，朋友无法度了解。主耶稣进入这个苦难的中间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敢有这款的苦难？生活是毋是足无用？有一个中一甲我讲，牧师，你伤体贴阮啦。我什么意思？阮甲你讲，阮拢足无用的，你拢当作真的。有影，实际上有影。咱看今仔日这个时代，食头路的人，什么人毋是无用？下班拢嘛6、7点。阮有影，阮甲你讲，阮足无用，你拢当作真的。意思是安怎？有影足无用的，但是若有事工爱交代时阵，咱的中心嘛是爱欢喜担，对无？伫即款的这是生活中间的，咱讲迄调活劳苦，也是咧咱咧讲的迄个病痛。为什么咱遐尼侪需要关怀、事工部落去关心、落去探访？因为伫咧病痛的时阵，咱的心极其软弱，真艰苦。亲像拄仔迄个老母咧讲，我的查某囝犯着鬼，真艰苦。更较要紧是伫迄个心，主要所知影，当咱孤单的时阵，亲像羊无牧者的时阵，四散。所以这是即几礼拜咱今仔日周报写出来，咱甲教会分做7个区。这是过去10几年前，咱就分做即款的区。咱两望一个区，咱的交叉会当互即中间比较上较无互注意到的，咱会当去关心着因。咱望咱
拢是有受注目、受仰视的羊群。这是主耶稣所予咱的一个使命甲功课。那安尼，咱就会当知影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，进入咱的生命中间，伊徛路啊，进入面对这个苦难，毋是伊家己个人的苦难啦，毋是伊家己个人的苦难啦，是人类的苦难，是咱每一个人的苦难。所以咱看到徛路啊，面对苦难，即款的苦难，若用伊的表面看起来，都是有这个经学师有这石头，伊要去过送。交互遮个人，交互遮个人，遮个人佫要定伊的罪，毋若敢若定罪，佫要送去外邦人的中间。这外邦人就是讲着总督比列多，送去外邦人的中间，是互人喜人鞭拍，钉伫十字架顶。当咧讲着耶稣徛驴仔入去的时阵，保罗踮伫腓立比书第2章的解释，实在是上适合。伊为什么要行即段路？腓立比书第2章。第60到第80的解释上适合。华文的圣经讲吼，讲伊原来有上帝的特权吼，但是伊无染三因，他本有上帝的形象，没有看这个为理所当然。咱若用另外一个讲叫做理所当然的啦，伊无安尼。现代中文译本讲伊有上帝的本质，无染三因即款，甲上帝同款的特权，伊是上帝都有特权啦，但是伊无欢喜放弃一切，成做奴仆。佫变做人，用人的身体显明，甘心卑微，顺服到死，佫死伫十字架顶。这是腓立比书第2章第60到第80。咱最近来读，来，伊本接受的，反正拼空家己。取奴仆的形状，成做人的样式。过来，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，就屈家己，顺服到伫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。有影，主耶稣选择另外一条路，就是谦卑甲顺服的路。毋若谦卑顺服。佫是绝对的谦卑甲顺服，因为主耶稣绝对的谦卑甲顺服，再当互咱甲伊三甲经验着苦难以后的国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即款的奥妙是咱的生命中间，你也通过你的日常生活，做事件家己去体会。有当时啊，身体艰苦，咱来想看觅。常常你若碰到艰苦的时候，你就去想看。耶稣安怎行这段路？咱过来这礼拜会拜五，咱要行苦路，咱要试看觅去经验。耶稣规暝无困哦，拜四，甲学生爬饼了后，伊去克西马尼园，对无？去克西马尼园了后，你看觅到半暝去互掠，踮咧公会互审问，审问各互人。啊，伊学生一个叫做彼得的，踮咧外口，本来想要缀伊，尾也3摆无认伊。天光了后，伊互人送去比列多遐，继续踮咧公会，踮咧迄个审判台，互比列多罗马政府安尼甲审问，问了互罗马兵丁鞭拍，然后伊佫都爱举伊迄支，要顶伊家己迄个十字架。传统上有2款讲法，一个讲法就是即个十字架若2支拢举袂起来，你想看迄圆差2支，所以一般咧光是光环迄支，差不多7米。差不多7尺，差不多2公尺。圆吼，遮尔大支的迄茶2公尺，一般家己爱光，直的迄支已经插伫咧绳场啊。但是你至少爱举迄支怀2公尺的一支茶箍，啊行迄安尼1-2公里路，所以咱才会看到伊跋倒，兵丁掠一个叫西门的来替伊斗光。咱去经验迄段，咱拜四看。拜五咱要经验迄段路，到中昼的时阵，踮伫个各国塔遐，互用钉啊钉伫即个所在。每一摆若艰苦，每一摆若病痛，每一摆若心郁卒的时候，我就去想讲耶稣啊，你受即个苦到底是甚么意思？你受即个苦，甲我有甚么款的关系？迄个意义对我来讲，到底伫倒位？所以，咱看耶稣选择即条
十对的顺服甲谦卑这条路。伊选择这条为什么？亲像以赛亚书53章第5节来，伊担当刑罚，咱得到平安；伊受拍，咱得到医好；受鞭拍，咱得到医好。原来耶稣行这抓，甲咱是有密切的关系，甲咱有密切的关系。这是圣经来讲的，也是牧师来讲的，也是我生命家己有经验的。感谢主，因为伊受鞭拍，咱得到医治，所以耶稣面对的苦难，毋是伊的苦难，是咱的苦难。伊踮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甲学生安尼讲：来，伫世间。恁有苦难，独恁通，我已经看世界。恁通放心放落来，毋是放心啦吼，放心，毋免阁看路。恁通放心，因为我已经看赢这个世界。咱踮即个世间吼，真侪时阵放袂落来，放袂落来。主耶稣讲，咱来放心，将咱即个心放落来。因为所有的重担、所有的苦难，主耶稣拢已经为着咱来担当啊！伊在讲即句话前，伊讲我已经将遮个拢甲恁讲，就是将伊要行十字架即条路，拢已经甲咱讲啊！所以，互咱会当得到迄个真实的一个平安吼。所以，咱通过今仔日即段经文，你家己会当阁去想，主耶稣你行入去耶路撒冷城，你要面对即个十字架。那安尼，我甲你比起来算啥吼？咱逐个人拢有咱逐个人的重担。有当时想到爸爸妈妈的身体，有当时想到囡仔教会乖袂吼。我做阿公啊，结果阮囝咧教因囡仔吼，按即款教法吼。有当时想到讲工作顶头、事业顶头、同事的关系，有当时想到规个教会的一寡事工，其实这个所在，主耶稣伊拢要甲咱提醒。伊拢为着咱来担当，真要紧的，就是通过这个受难的过程，咱甲主三甲来经验，帮助咱，其实是帮助咱，互咱袂看轻忽略这个救赎的恩典，伊是用耶稣这个重价所换来，所以咱在当伫这个耶稣所受苦受难的基础顶头，咱的性命才会得到国活啦。咱再去经验到国活到底是什么？咱再去经验到圣神所带予咱迄个国活的困难。所以咱讲耶稣徛路啊，行入去这个苦难的中间。这礼拜拜四暗时7点半，咱要甲主三甲坐倒。无论多一个教会兄弟姊妹，无论有细粒无细粒，大汉、大囡仔、大汉的大人、细汉囡仔，咱拢要甲主三甲坐倒，因为咱毋是要守圣餐，咱是要甲主三甲坐倒，就是亲像拄啊，耶稣叫学生出去，然后牵驴入来，其实伊甲因三甲斗阵了，入城了后，迄天暗时，甲学生三甲过半过节，犹太人经过1000多年逾越节的晚餐。咱一般称作最后的晚餐。你逐个礼拜来，你有看到这个无？圣餐桌。今仔日礼拜煞其实吼，你若无赶紧走，你会当小可来看。我逐摆看吼，拢伊做甲不遮好立体的立体。耶稣甲12个学生三甲坐倒。对犹太人来讲，这个半过节，咱就即个礼拜四暗时，咱要通过出来及记12章迄个故事。来看为什么有迄个半过节的历史，然后为什么伫即个礼拜，我拄仔讲几十万人一入来耶路撒冷城，因就是要经验迄个半过节一礼拜的节期。伫迄礼拜中间，因做阵掰饼，用无牙的饼无效饼。咱即礼拜是咱要经验的是耶稣，互即个半过节暗餐有一个无同的意义。所以咱叫做甲主同坐倒，毋是圣餐。咱叫做甲主同坐倒，意思是咱要做阵领受耶稣基督拍破家己，耶稣基督用伊的血所立的新约，咱大家要含伊三甲来结连。4月18拜五暗时，咱要踮即个所在，伫咱
的广场埕，甲包括幼新幼稚园的广场，咱总共要准备14站，就是耶稣伊行过的苦路，伊互人掠，互人审判、鞭拍、跋倒、光十字架，一直到上尾啊，伫各各他，互人钉入十字架。咱即礼拜要三甲来行即段。后礼拜4月20过外节，咱是10点做礼拜，咱干了一场。后礼拜过外节，咱是10点礼拜。所以伫即个礼拜的过程，咱通过甲主同坐道，甲主同行苦路，要甲主同坐国外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望即礼拜，互咱的灵性性命，搁一摆来经验含主三同行。那安尼？面对耶稣，我所期待到底是什么？面对耶稣，遐尼侪人前行后退进入耶路撒冷，我是毋是中间的一个？我含大家做阵入来，面对耶稣，我到底期待什么？第二，过来即个礼拜受难周，我要安怎来学习生命中间的受苦，迄个深沉的意义？受苦是对我有利益，受苦是对我有利益，这个意义到底是咧讲啥？求主帮助咱更较明白。当我的身体软弱，当我的心神软弱，还是讲外在的代志超凡遐尼多，主啊，帮助我，互我会当学习到生命中受苦深沉的意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亲像先知所讲的，你受刑罚，阮得到平安；你受鞭拍，阮得到医好。阮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通过圣神本身的开拓，阮会当进入主你所为阮备办，过来一礼拜面对苦难的受难周。但是阮知影。伫即个背后，有上帝你极其奇妙的疼，要来保守、引带、帮助阮。我让你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